美國紐約拉瓜迪亞機場早前客機同消防車相撞嘅致命事故，初步報告指出，涉事嘅消防員聽到空中交通管制員話停低，但唔知道係同邊一個講。加拿大快運航空一班客機上個月喺美國拉瓜迪亞機場降落嘅時候，撞到一架喺跑道上嘅消防車，2名機師死亡。事發前，空中交通管制員緊急要求消防車停低。根據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嘅初步報告，涉事消防員聽到警告，但係未意識到係同佢講。反應過嚟嘅時候，消防車已經進入跑道。報告指，空中交通管制員喺飛機着陸之前大約12秒批准消防車橫過跑道，之後先至發出緊急警告。另外，控制塔內嘅防撞系統當時未有發出任何聲音或者視覺警示。調查亦都指出，控制塔設有監控系統，顯示飛機同埋車輛位置，但係涉事消防車未裝設應答器，導致系統冇辦法準確追蹤車輛，加上多架緊急車輛距離太近，影響系統觸發警報。